Hello， 大家好，歡迎大家收睇 Man Home Tech 嘅 YouTube Channel。今日分享一張都幾熱門嘅日本旅行上網卡啦，就係 TrueMove 嘅 5G 電話卡，能夠玩到日本雙網絡啊。咁陣間就會分享張電話卡嘅詳細介紹啦，然之後再分享埋我過往做32次測速報告，咁都涵蓋咗好多個都道府縣，咁希望可以帶嚟詳盡嘅買卡參考啦。第一部分先介紹張 TrueMove 日本電話卡嘅基本資料啦。咁官方正式名稱就叫做 TrueMove Travel SIM Japan。咁中間都寫得非常之清楚。咁而封面就粉紅色，再加一座富士山，咁都非常之容易辨認嘅。咁第一樣嘢大家就會問乜嘢係 TrueMove 呢？咁 TrueMove 就嚟自泰國嘅大型電信商啦。咁另一間就叫 AIS。咁相信玩開旅行電話卡朋友就應該唔會陌生噶。咁第二樣嘢，呢張電話卡就包含咗日本嘅 5G 漫遊數據啦，就用上咗 Docomo， 再加埋 SoftBank 雙網絡啦，咁所以覆蓋就會更加有保障，咁適合啦一啲會去啲偏遠郊區會去自駕遊嘅朋友仔啦。然後呢張 Travel SIM Japan 只提供一款選擇，就係10日8GB嘅。咁大家就會問點樣計10日呢？就開卡個刻計240個鐘啦。咁所以都係有着數嘅，就並不是去到咩當地時間23:59就俾足240個鐘你嘅。咁然後8GB嘅漫遊數據用量啦，就 5G 全速。咁當超出用量之後，就會跟翻 128K 限速無限上網，就俾大家個保障打翻個靚底嘅。咁最尾呢張電話卡係唔包含任何通話分鐘，就係一張純數據嘅電話卡啦。不過有一個問題，大家一定要知道由於張電話卡係由泰國電信商出品啦，咁所以上網就會用翻泰國 IP 嚟出公海嘅，咁就產生咗3個注意事項。第一個係上網又或者玩 app 嗰陣就可能出現泰文廣告啦。舉個例子，聽 Spotify 聽到一半就會插播咗泰文嘅廣告。咁第二就網頁搜尋嘅結果可能都有影響噶。咁舉個例子啦，就可能 Google 就當咗喺泰國就會出現咗啲泰國 preference 為主嘅網頁俾你嘅。咁第三個就一定要留心啦。咁你上網嘅 ping time 就可能會高過平時香港又或者日本公司出品嘅上網卡啦。原因就係你所有上網線路先會經過泰國，然之後再出公海嘅。咁變成咗假如連接香港嘅網頁就係日本去泰國再去到香港啦。好啦，介紹完張 TrueMove Travel SIM Japan 嘅基本資訊，連埋注意事項之後啦，咁相信大家都對佢有一定嘅認識。咁下一環節就同大家分享喺2023年嘅下半年，我親自去日本同大家做咗實測嘅。咁當時非常之滿意張電話嘅網速啦，再連埋接收嘅表現，咁我認為係張值得推介嘅電話卡。咁下一步我就同大家分享詳細嘅結果啦。講翻當年2023年嘅測試啦，可以話非常之全面而豐富嘅。咁當時去咗名古屋啦、靜岡、大阪、京都，再插埋東海道新幹線。咁最尾幾個 spot 啦，就係啲高速公路嚟嘅，因為當時就係自駕遊啦。咁所以今次測試都適用於諗住去自駕遊嘅朋友啦。跟住分享翻當時嘅測試背景啦。咁測試時間就2023年下半年啦。咁對個位都講聲唔好意思嘅。咁始終都係年半之前嘅事啦。咁所以麻煩大家就自己調整翻當中嘅參考價值，因為個網絡佢個覆蓋可能又再進一步嘅升級噶。咁當時測完之後啦，就抌埋一邊，去到近排先醒翻起，原來未分享今次嘅測試結果。好，咁接收網絡啦，就剛才提過啦，Docomo 再加埋 SoftBank 兩個 5G 網絡嘅。咁佢自己就會選擇接收邊一個嘅網絡啦。咁我印象中啦，咁各自都有一半嘅時間到嘅。咁而測試裝置就 Nokia X15G 啦。咁程式就 Speedtest.net 就自動選取最好嘅伺服器嘅。咁當其時所有測試嘅 server 啦，就係泰國嘅 server 嚟嘅，因為佢用緊泰國 IP 啦，就當咗係泰國啦。好，咁最尾就測咗32次啦。第一 part 嚟到愛知縣，一共做咗7次測速啦。咁主要都係名古屋站一帶去做嘅，就因為愛知縣冇乜玩過，係用嚟做翻個交通嘅駁腳啦。咁第一次測速啦，就係中部國際機場啦。咁雖然就只能夠接收到 4G 網絡，咁但係速度係絕對唔失禮嘅，下載速度都逼近50 Mbps 嘅。咁大家記得啦，過往做過關西機場測試啦，做咗好多 round 其實個速度都非常之曳嘅。咁由此可見啦，中部機場係好少少啦。咁然之後係名鐵嘅機場特急啦，咁有
2次測速嘅，咁啊成績都非常之好啦。咁最高下載速度都可以去到 81.96 Mbps 嘅水平啦。好，下面4次就名古屋站一帶啦，咁只得1次係收到 5G 網絡，下載速度 119.81 Mbps。咁但係上面嗰次嘅名古屋站呢，佢下載速度最快去到 142.49 Mbps 噶，咁成為今次測速最好嘅成績。咁由此可見啦，有時連線 4G 網絡個速度係未必慢嘅。咁我印象中啦，名古屋站啦有啲測速就喺地下街做嘅。咁以目前日本嘅覆蓋嚟講啦，咁通常啲地下街啦都仲係只得 4G 網絡嘅，咁所以收得 4G 係正常嘅。嚟到京都府測試啦，就只得3次嘅，一 stay 喺京都時間唔算多啦。咁第一個京都 Porter 啦就係地下街，咁再一次證明啦，地下街咧仍然係只得 4G 網絡嘅覆蓋啦。咁上下載啦都係30 Mbps 左右嘅水平嘅。咁喺二條城嘅外面啦，就令我少少意外嘅，因為始終嗰度係市區戶外嘅地方啦，就應該收到 5G。咁但係唔知點解當時咧就只得 4G 嘅接收啦。咁但係速度啦下載係唔差嘅，就 56.92 Mbps， 只係上載啦 3.68 就爭咁啲啦。咁最尾京都駅啦就收到 5G 網，咁但係始終京都站都係一個人來人往啊，非常之逼嘅車站嘅，就可能多咗好多遊客啦，就爭啲線路，咁所以就算收到 5G 啦，個速度反而好差啦，下載速度只係 13.88 Mbps， 只係上載成功救翻一次啊，就39 Mbps 嘅，咁證明咗啦，能夠收到 5G 咧，就可以帶嚟更加好嘅上載速度啦。至於大阪府就做咗5次測速啦，有4次大阪市啊，一次係高規市。咁相信聽眾朋友啦就未知道乜嘢係高規嘅。咁如果有搭過東海道本線新快速啦，即係新大阪去到京都，咁通常中間啦就係會停一個站，咁呢個站啦就係高規站嚟嘅。好啦，咁大家見到啦，新大阪同埋大阪站啦，唔知點解咁繁忙嘅車站啦，2次都只能夠收到 4G 網絡嘅，咁但係速度就唔算太差啦。喺大阪站都能夠拎到接近100 Mbps 嘅下載速度，咁但係希望未來都有機會再試翻會唔會收到 5G 網絡啦。咁跟住啦就天滿市場啦，咁就係一個好出名嘅海產市場嚟嘅，咁下載同埋上載啦就麻麻地啦，咁網絡都只得 4G 啦，咁跟住個阪急嘅鐵路站啦，咁轉車順便叉下啫，咁所以表面上能夠收到 5G網絡，咁但係網速啦都係唔理想嘅，得10零 Mbps 咁嘅水平啦。咁最尾咧就高規嘅商店街啦，咁就係當地一個好多人去買嘢嘅商店街，係個民生區嚟嘅。咁雖然啦就有 5G 網絡，咁但係下載上載都10 Mbps 左右啦，都係唔理想嘅水平啦。終於嚟到靜岡縣，就係今次行程嘅重心。咁今次啦就 spend 咗幾日喺靜岡啦，就自駕慢慢去探索唔同嘅地方嘅。而今次測試啊，最令我意外嘅地方呢，就係靜岡縣嘅 5G 覆蓋比我想象中好好多㗎。因為今次啦，其實都去咗靜岡唔同嘅地方，咁但係我都發現，大部分嘅時間都可以收到 5G 網絡，而且速度都係理想嘅。因為大家要明白到啦，靜岡縣呢就唔係咩東京啊、大阪啊、京都啊、名古屋、福岡佢哋一線嘅都道府縣㗎。咁但係估唔到2023年嗰陣呢，佢嘅 5G 覆蓋啦都可以做得非常好呢，其實都係幾令我欣賞嘅。跟住同大家睇睇詳細測試結果。第一 part 就係濱松市啦，咁相信有啲朋友就未聽過濱松呢個名嘅。咁濱松啦就喺靜岡入面繼靜岡市之後咧另一個大城市嚟嘅。咁平時搭開東海道新幹線啦，就會發現係會經過濱松市啦。咁第一個就濱松市濱松城啊，下載速度 107.87 Mbps， 咁都係合格以上嘅水平啦。咁第二個就係濱松啊住嘅酒店房入面啦，就濱松嘅 At City 大倉酒店，咁就御三家大倉集團旗下一間嘅酒店，咁都係成個濱松市入面啦最高嘅建築物嘅。咁當晚啦，我就記得住咗喺47樓嘅。咁依間啦就係間用音樂做主題酒店啦，就係因為濱松市入面啦，佢有 Yamaha 嘅總部嘅。咁 Yamaha 啦就嚟自濱松，咁所以都俾人譽為咧一個音樂嘅城市啊。咁第三個啦就係一間好得意嘅 cake shop 啊，咁就好細嘅建築物啦，就係濱松市嘅。咁一大紮日文啦就係佢個名啦。咁大家上網揾資料啦，就會見到就係一間 cake shop 啦，咁就係個外形咧就模仿翻魔女宅急便嘅。咁入面咧就播翻久石讓作嗰啲嘅宮崎駿動畫作品嘅主題曲嘅。咁係一間好靚好 magical 嘅地方。咁下載速度非常之靚，54.01。因為大家就知道啦，佢個位置係非常之偏僻嘅，喺一大塊草地上面嘅。咁就上載啦就甩碌啲啦，0.19 Mbps。
跟住講到第4個測試結果啊，就濱松市嘅館山指町啦。咁館山指町啦就係濱松入面一個好出名嘅溫泉勝地嚟嘅。咁一間寺啦就叫做館山寺啦。咁側邊咧有摩天輪啦，有啲纜車啦，可以吊上山睇風景。咁都係一個非常之寫意同埋非常之靚嘅環境嚟嘅。咁但唔知點解啦，就只有 4G 網絡嘅覆蓋啦。咁反而其餘地方大部分都係有晒 5G 啦。咁雖然就只能夠收到 4G 啦，就反而能夠拎到最好嘅測試結果啊！即係以靜岡縣嚟講啦，下載 132.16 Mbps 啦，咁所以個位有時都唔係好明，咦會唔會跌落 4G 啦？就反而係更加好啦。咁跟住咧就掛村住嘅酒店，咁有一個細嘅溫泉就喺入面嘅，就 Doremi Inn Express 啦。咁都個比較偏僻啲嘅位置，即係夜晚酒店行出去啦，周圍都係黑掹掹嘅。咁咧其實見到下載速度都可以拎到 5G， 就 78.32 Mbps 啦。咁上載 32.81 Mbps 啦，都係幾唔錯嘅成績。因為大家知道啦，掛村啦比起濱松啦就係再偏僻好多嘅，即係車站附近啦嚇，周圍行嚟行去咧，夜晚真係唔係好見人影嘅。最尾2次就係靜岡市所做嘅測速啦，咁靜岡市就係靜岡縣府廳所在嘅地方啦，咁新幹線都會停嘅，咁都有幾大嘅城市啦，咁建設都先進啦，都好靚嘅，咁所以 5G 啦都非常之正常，咁但係速度咧就反而就真係爭啲啦，咁呢2次 5G 嘅測速啦，咁都係30 Mbps 樓下載速度啦，上載都係單位數，咁我就認為係一般般嘅水平嚟嘅啫。咁第一個係燈裏遺跡啦，就係印象中係啲原始人以前生活啲部落，咁啊整翻啲遺跡睇翻下嗰啲茅屋啊、草屋係點樣嘅樣。咁下一個啦就日本平啦，咁就非常之出名嘅位嚟嘅。咁但係咧當其時嗰個雲就比較多，咁睇富士山就睇得唔係幾清楚，咁都係幾可惜嘅事情啦。好啦，花咗大輪上先去討論靜岡嘅測速啦，同埋分享靜岡有咩玩之後啦，咁係時候就去坐東海道新幹線。咁今次行程啦就坐咗2次新幹線嘅，第一次就係名古屋京都，而第二次就京都去名古屋。咁呢2次啦都有做測速啦，就係唔同嘅時段啦，希望可以俾大家更加詳盡嘅參考。咁一共啦做咗5次嘅，咁好令我意外嘅地方啦，就係東海道新幹線啦，有好多個路段都已經係好順暢接收到 5G 網絡啦。咁再加埋啦新幹線開親呢都200幾 K 樓上嘅，唔會停喺度啦，等你慢慢測啦。咁所以對於個網絡嘅接收啦，同埋網速啦，都係有好大嘅挑戰啦。咁簡單啲講呢，新幹線嚟講，其實上到網順暢撈到嘢咧，都已經非常之好啦。咁大家見到啦，咁其實有4次測速啦，都能夠收到 5G 網絡，咁都係幾令我欣賞嘅地方嚟嘅。咁只不過速度啦，大家見到3次嘅單位數下載速度啦，就真係爭咁啲。咁第二新幹線嚟講啦，就已經係幾好噶啦。咁另外2次啦，都係雙位數啦，最快下載速度啊，就一次途經祈阜嘅宇島市啦嚇，咁就係一個叫祈阜宇島嘅地方，唔知大家有冇聽過啦？都歡迎下面留言同大家分享啦。咁下載就 47.41 Mbps， 咁上載 28.89 Mbps 就成為最好嘅結果啦。最後一部分就同大家測試咗愛知縣啦同埋靜岡縣嘅公路嘅，咁當中啦都包括咗高速公路啦，咁希望可以幫自駕嘅朋友啦就帶嚟啲參考，去望望遠離咗啲遊客區啊繁華嘅市區之後，咁去到啲公路位呢，呢一張電話卡去網絡接收同埋網速嘅表現係點樣啦。咁講開自駕遊啦，咁我個人認為呢張 TrueMove 電話卡就好適合自駕遊嘅朋友噶，就因為啦佢可以做到 Docomo 啦，再加埋 SoftBank 2大電信商嘅雙重覆蓋，咁就算你揸車去到啲偏遠啲啊，或者啲鄉郊啲嘅位置咧，咁其中一個台嘅信號唔夠理想嘅話，咁都可以有另一個台整上嘅，咁可以話係個穩陣之選啦。好啦，今 round 測試啦就揀咗5個公路位去同大家去做測速嘅。咁其實網絡接收方面啦都係好理想嘅，一5次入面有3次係能夠收到 5G 網絡啦，另外2次收到 4G。咁就算收到 4G 啦，個網速表現都係非常之好噶，咁都可以拎到晒雙位數啦，同埋成績最好嗰次嘅下載咧就反而係接收 4G 網絡，就 82.46 Mbps 啊，就係豐田市嘅第2東海自動車道啦。咁所以張卡啦有時候會唔會接落去 4G 咧，就反而更加快咧。就靠翻自己測試，自己去發現啦。咁其實今次測速啦，都同大家去咗2條好出名嘅高速道路啦。咁第一個就係豐名高速，咁而第二個就東名高速嘅。咁一個靠海，另一個啦就係靠山啦。好，大家見到啦，咁其實5次測試入面啦，有4次嘅下載速度都係拎到雙位數，咁就相當之唔錯嘅表現。咁只有一次啦，就係跌咗個單位數啦，就最尾係掛村嗰邊啊，就係東名高速東路嘅入口位嚟嘅，就 5.98 Mbps 嘅下載啦。咁上載啦，依次就爭咁啲啊，就 0.85， 咁但係其餘上載啦都係 OK 嘅。咁所以咧就放翻大家 reference，咁就 hold 住入面就慢慢睇，慢慢研究啦。
分享完一共32次測試結果之後啦，咁相信大家都會見到啊，呢張 TrueMove 電話卡嘅網速表現啦係相當之好嘅，咁起碼啦叫中規中矩以上嘅穩陣之選啦。咁其實我用落去啦，大部分時間都覺得順啦，覺得快嘅。咁無論睇 social media 啦、load IG story 啊，定還是 upload 嘢咧，都係非常之快，同平時香港使用啦冇乜太大嘅分別啦。好，咁最尾咧就幫大家統計翻今次測試嘅數據啦。咁一共32次啦，咁平均下載速度52.2 Mbps。咁而平均上載13.44 Mbps， 咁平均時延咧144.31 ms 嘅。咁大家見到啊，無論平均上載定還是下載啦，係絕對合格以上噶啦。咁只不過大家見到個平均時延 ping time 咧，就真係爭咁啲。咁後面咧都會再去探討啦。最高下載速度142.49 Mbps 啦，咁以 5G 嘅標準嚟講啦，可能就爭咁啲，咁始終都未能夠去到200 Mbps 咁嘅下載水平，咁只不過一般使用嚟講啦，咁其實都非常之夠做啦。咁而最高上載速度啦41.19 Mbps 啊，咁都合格以上，都冇乜嘢好挑剔啦。咁去到最低下載速度1.8 Mbps， 而最低上載速度0.19 Mbps。最尾我認為張 TrueMove Travel SIM Japan 咧係一張可靠嘅高性價比電話卡嚟嘅。咁大家見到坊間售價啦，就約莫60蚊啦，至到80蚊左右，就包咗10日嘅8GB日本數據啊。咁以呢個價錢去計，可以玩到日本雙 5G 網絡啦。咁再加埋個速度表現呢，都冇乜嘢好挑剔啦。因為坊間啦有好多日本嗰啲 5G 卡叫價去到1嚿水樓上啦，都未必係可以做到呢個速度，又或者差唔多咁嘅水平。咁數得以60幾蚊、70蚊可以入到手嚟講啦，我就真係冇乜嘢可以嫌棄啊，又或者再去批評佢噶啦。咁但係嚟到最尾都要 remind 翻大家嘅問題啦。大家剛才睇開啲數據就會見到，其實最主要嘅不足之處啦，最主要嘅弊病呢，就係個時延啊，佢個 ping time 就真係過高嘅，即係大部分時間呢都130至到150 ms 啦。另外係從來未試過100 ms 樓下嘅。咁最主要原因啦就係泰國電信商嘅出品啦，佢所有線路都要兜翻去泰國再出公海嘅，咁所以個時延會高呢，咁都係在所難免啦。咁但係假如大家係需要用嚟睇直播啊，又或者用嚟做直播啊，又或者要玩一啲即時反應嘅嘢，即係玩啲即時反應嘅遊戲呢，咁呢張卡咁高時延就未必係咁適合你啦。今集節目就暫告段落，咁好多謝大家收睇啦，希望大家幫手俾個 like 咁呢條片啦，訂閱翻 Man Home Tech 嘅 YouTube Channel 喺度啦，再一次多謝大家一齊對 Man Home Tech 嘅支持。咁另外呢條片嘅文字詳細版呢，都好歡迎大家去睇翻嘅，咁條 link 我就放咗留言位置，咁大家啦就可以稍為喐步撳翻條 link 就可以睇翻個詳細嘅文字評測報告啦。